呢度有啲菇啊，什麼菇都可以啊，洗完呢陰乾它們。拿你們家裏最大的鍋開個中大火，那些菇菇呢全丟。留一點空間，不要鋪滿。如果太多呢，就分兩次蒸。然後呢，就什麼都不用加，讓它這樣呢乾旱啊。很快呢，你會看到它出很多水啊，繼續旱。菇呢，基本上呢，像海綿一樣的，它會一直在那邊扣。所以呢，你一開始加很多油呢，它就全部吸進去。所以呢，你們呢先把它烘乾，不加油。燒它，然後再慢慢加一點油咧，更健康更讚。但如果你們又不粘鍋咧，因為太熱，所以咧要加一點點油啊，不然咧這鍋只會爛掉啊。哇，你看香蕉咧焦焦的，完美啊！直接關火，然後咧橄欖油或者奶油，很香，一點鹽吧，然後咧黑胡椒，拌完就搞掂啦，你們看不看得到？多油亮，多完美我教大家秘製涼白飯，拿個靚碟，泡啲靚起司然後呢，加隻生蛋黃在中間完美啊！然後最後呢，轉多一圈橄欖油看完美秘製涼炒菇菇喂，你們沒有起司呢？鹽巴黑胡椒都正，咁樣飲一飲，食一食先。